来继续来看南投六国的小半天，每一年拢会举办着星空地色。这届因为疫情，调整做室外饱的概念，以上届安全轻松的方式，一来啉着茶艺师所泡的茶，二来听导览员解说着百万的夜景甲琉璃光。这个活动干到8月底，有趣味的民众都要赶紧来报名。有彩蛋呢！用上安全、轻松、自然方式啉茶艺师泡的茶，听星空导览解说，又搁欣赏到百万夜景甲琉璃光，在星光闪耀的瞬间，拢变成上美丽的视片。我们大仑山这边夜景呢，琉璃光是非常的美，不仅可以看星空，可以看我们的夜景琉璃光。我们这边有挑选的一个点，可以看到那个五线寺。看日头落山，迄个画面真正是有够水，大家用相机入翕。暗时个导览人员带大家去人物大自然。今天看到这样的星空，这样的夜景呢，果然不虚此行。第一次在夜间看到一些就是台湾的本土的生态，觉得很新奇。海拔1500公尺的大仑山，毋若有会随着四季改变色水的银杏拿，暗时过使看夜景，好天话会使看到平也是台中的夜景。上较特别的是，过使看到流星，有缘乡亲会使去遐行行哩。